2025年台湾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推估，到时阵会超过470万个老人人口，成做超高龄社会。特别是失智患者的比率是愈来愈悬。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的整合照顾据点，最近引进日本一套训练大脑系统，希望会当拖慢老大人的脑部退化。 74岁阿嬷头壳顶地的这条筋仔，通测量伊伫耍游戏时脑部活化的数据。有用到脑筋啊，当然会想多玩几遍啦。台北医学大学表示，全台失智患者超过30万人，65岁以上就占96%。不过，即马也无明确的方式，通改善失智症的轻症。因是头一个特别引进日本专家设计训练大脑的系统，透过40几种的游戏，以记忆、专注力等等来训练挂测大脑真假培植的活性，通即时知影使用者脑力状况，延迟退化。 然后我们很希望能够在引进台湾之后，做一些临床的试验，包含一些真正深耕整个社区，做一些临场验证。它的重点在及时，因为一般我们在训练脑力的时候，其实不知道它活化程度。那这个个人 individual 的这种东西，穿戴式装置就是每一个人状况都不一样。 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推估，2025台湾老年人口会突破470万人，正做超高龄的社会。时到台北市平均个人内底就有一个超过65岁。北医表示，伫这个整合照顾据点，除了希望帮助亚健康的老人，嘛提供照顾失智失能的照顾者咨询。 指导安怎防止受伤、解决选辅助工具等等的问题，希望民众通知影安怎面对超高龄社会。记者陈立凯台北采访报道。